哎呀 AI 新手2步做香蕉哥 WhatsApp sticker， 戴墨鏡笑喊眨眼超可愛。Nona Banana 幫手零基礎直學，跟住我做5分鐘搞掂字幕 AI 2步自製 sticker。香蕉哥可愛表情，真係一句 prompt 就可以用下 WhatsApp。步驟1：開 Nona Banana， 附上預備嘅箱。今日我用香蕉哥示範一下。而家我哋輸入一句 prompt， 把人物生成3個表情符號，表情有開心、嬲、喊，以3官格展示。公仔以卡通風格，公仔外圍加白線，真係做到3個符號同外團加白態，太厲害！完成台，我哋第2步，打開 WhatsApp 聊天 demo 加 sticker， 你選翻喺相簿嘅3個香蕉哥圖片。你留意到，除咗3個香蕉哥一組符號之外，原來 WhatsApp 要把佢哋分開，變為獨立一個個獨立符號。我哋可以好方便把符號採納發送，完成發俾朋友嚇親佢哋。想學更多 Nona 秘技，點擊訂閱 YT@RoboClubSimon 中標記通知 IG@ART，IHK 追香蕉哥動畫。如有乜嘢 idea， 想知想學想睇乜嘢動畫題材，快啲留言俾我。